最近这样，你查到了呀？先生那个他们老的呀，那个这的这出来，因为这段他的这样都忙了个3年，过去寻到方面这么好呢，那这样的呀，那你对找我人不清的，过去中部，另外人不清，我喜欢的些个人，等等等，就是嘛，我就就是喜欢的这人，真的是别但是就这里呀，你30-40万年的，才叫我都寻到方面这么回来。估计是啥个白头发发展，那个白头发发展对那地方线的，早就没那么多线的，这些分区域，你考虑啊，这你嘛，看嘛配不上，咋钱呢？你说你对面就总没什么，那就去跟那钱的，然后就到早就这边，跟收集啊，必须去啊，从其实咱们地方这个那等风给，你再接到各地，现在做正在做那个工作，属于连就咱们现在。我们现在谈吧，那人不清楚，我就回去说5年呢，人家搞谈回预警，除非接了200个，人家预警超多人钱的这个呗，人家现在我就说有个我俩平时的，现在个嘛，这样子平板明码要的呀，有个我们这个，我直接拿钱的这样子的，拿下来，但他人这样子，各种节点他咋这样子就是，我给估计说个，这前面这样子估计就没得。人家真的西边给这里处理啊，你开个都对啊，我这就分别水来引，人家这个发给他们讲的，这老这里面对啊，都是都在这估计咱们分别听我呢，但他点比皮下有这怎么就他们老这样，那现在铁路不是嘛，这是水运，这咱们这点有时间那么这么老的呀，人家这么老这是的那不一样喽。
常常有一个孙子前年